位於大伙嘅大三巴牌坊係澳門嘅地標，唔去過大三巴唔可以話去過澳門。大三巴曾經係東方最大嘅天主教堂，更加係遠東最早嘅西式高等學府。大三巴嘅壁龕雕刻咗4位耶穌會聖人像，耶穌會喺明清歷史上扮演過不可忽略嘅角色。喺葡萄牙有一座白骨教堂，門口寫住：我們在裏面的骨頭正等待着你們的骨頭到來。觸目驚心嘅景句，彰顯殉道者同傳教士嘅犧牲精神。喺澳門大三巴地下室，亦都敬奉住遠東最早教區嘅澳門教區傳教士同殉道者嘅白骨。每一根白骨都記載住天主教通過澳門進入遠東嘅鬥爭故事。澳門亦都因此被譽為聖明之城。大三巴被火焚，到而家仲係不解之謎。大三巴原身係由耶穌會始建於1565年嘅聖保祿學院，1595年第一次被大火燒毀，1640年重建，成為東方最大嘅天主教堂，更加係遠東最早嘅西式高等學府。但後來有一場大火，將幾百年嘅輝煌化為灰燼，只係剩低今日牌坊式嘅大三巴。當中究竟隱藏住乜嘢驚心動魄嘅秘密呢？火燭嘅時候燒晒啦，乜嘢都冇。咁耶穌會士都喺嗰段火燭之前一段時間都好可惜，就係俾葡國政府迫害啦，就係要驅逐佢哋離開所有葡國屬地咯。聖保祿學院都唔能夠繼續辦，咁只係留喺度咯。咁到最後就都係嗰場大火，就1835年嘅大火，燒淨個牌坊，咁工人瞻仰啦。原來到咗19世紀，葡萄牙人喪失海上霸權，更加睇重澳門呢一個喺遠東嘅重要據點。當時耶穌會喺歐洲受到排斥，澳葡當局驅逐咗澳門嘅耶穌會人員，聖保祿學院人去樓空。相傳澳葡當局竟然仲將嗰度當成咗軍火庫，但係大火到底係點樣發生㗎？到而家仲未有確切答案。有一個講法係被雷電擊中起火。葡萄牙進入澳門嘅歷史，其實亦都就係天主教進入中國嘅傳播史。傳教士為咗入澳門，為咗進入中國，可以話係不惜一切。其實你發唔發覺地球、歐洲、非洲以東嚟到亞洲、澳門呢啲係葡萄牙嘅勢力，然之後咧歐洲以西嘅咧過咗大西洋、美洲、南美洲、墨西哥、南美洲啲係講西班牙文嘅，即係其實教皇佢都默許咗葡萄牙同埋西班牙咧，你哋唔好爭啦，大家咧就一個向東，一個西，喺地球咁樣分開。澳門未開埠之前，葡國商人嚟中國嘅貿易係屬於不法貿易，受到明朝政府驅逐。後嚟廣東政府向葡國商船徵稅，並且允許佢哋貿易，但係完成之後必須離開澳門。不過有一位隨船而嚟嘅傳教士堅決留下，建立咗澳門第一間天主教堂，佢嘅名叫做岡薩雷斯。岡薩雷斯傳教士他有個信念，就是來傳教，你要我走我不走，所以當時澳門島上的這些駐軍呢，把他抓起來了，你不走了我就關起來，不准你活動。好，第二年這船隊又來做生意了，他又把他放出來了，他又把教堂這照樣又修復起來，所以這個教堂就這麼澳門的第一座教堂。其實最早嚟遠東傳教嘅耶穌會士係沙弗略，佢係耶穌會創會人之一。沙弗略用咗1年時間由葡萄牙抵達印度，喺印度工作咗7年之後，毅然轉往日本。當知道日本文化淵源係喺中國之後，又克服重重困難去中國，到達咗廣東台山嘅上川島。但係壯志未酬就病逝喺島上，結果由岡薩雷斯同利瑪竇等人繼承佢嘅遺願，由澳門將天主教傳入中國。葡萄牙係天主教國家，又係航海強國，
傳播基督教義，擴大新教區版圖，亦都係地理大發現嘅動力之一。葡萄牙國王堅持對東方傳教嘅保護權，規定任何去遠東嘅傳教士都要得到里斯本宮廷嘅批准，並且喺里斯本登船出發。教廷任命主教成立教區，亦需要葡萄牙嘅同意。只有真正的認識了澳門天主教的歷史，才能可以認清澳門的歷史。天主聖命之城從開埠就已經顯現出來了。啊，耶穌會來了，這是天主教的第一個很著名的修會。耶穌會來了，多明我會來了，奧斯定會來了，方濟各會來了。啊，這個各個修會的傳教士都開始往澳門來，想在澳門建立一個根據地。為什麼？要打開對中國傳教的把門。澳門地標大三巴係葡語聖保羅嘅譯音，第一層嘅拱門中央雕刻嘅拉丁文係聖堂嘅名字天主之母，兩旁刻咗 IHS， 係耶穌會嘅會徽，意思係耶穌人類的救主。澳門嘅古聖堂都刻有呢一個標誌。當然啦，400年前耶穌會喺澳門非常風光啊，留低好多物業喺度啦。但係400年後睇翻今日，我哋一般都相信話冇一個機構能夠風光咁耐。每個時代有佢唔時代嘅唔同嘅光芒出現。耶穌會以開放、理性同傳揚科學聞名。1540年，由西班牙貴族聖依納爵成立，旨在新航線路過嘅國家傳教，並尋求建立新教區。開埠早期，耶穌會喺澳門擔當極之重要嘅角色，甚至係主持大局嘅牽頭人。1576年，羅馬教廷正式宣布成立澳門教區，管轄範圍包括中國、朝鮮、日本、越南、老撾、暹羅、馬來西亞同埋印尼嘅天主教會，喺天主教歷史上嘅教權、政治、世俗勢力往往糾纏一齊，鬥爭不斷，推動歷史前進。澳門亦係一個縮影。澳門人叫聖若瑟修院為三巴仔，佢僅次於大三巴嘅聖保祿修學院，係澳門現存最古老嘅教育機構。1835年，聖保祿學院遭遇雷火焚毀，聖若瑟修院就成為澳門唯一嘅高等學府。呢個櫃呢，就係可以話得係中西文化交流嘅見證嚟嘅，因為有好多古籍都喺晒度啊。尤其是呢本書呢，呢本就係古羅馬時代一個叫西塞魯嘅文學家，係呢本書應該係喺呢個1578年出版嘅，1578年。當時嗰啲外國嘅神父咧就嚟呢度傳教時候咧，將呢本書拎咗嚟，因為以前係拉丁文嚟嘅。1578年，耶穌會印度教團成員范禮安到澳門考察，認為係要實現對華傳教計劃，必須俾傳教士學習漢語文字。最早實踐嘅係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經過刻苦學習，成為咗中國通，成功進入廣東肇慶傳教。此後，西方傳教士紛紛效尤。即係學官話，即係學普通話啦。咁啊，當時嘅傳教士嚟嗰度傳教呢，多數都係用呢本書嚟學呢個普通話嘅。有入邊呢，又係拉丁文嚟學中文，都有講中文嘅文法啊等等嘅。咁呢本書呢，都幾有價值。原來只係小學規格嘅聖保祿學院，1580年創建，係澳門商貿最繁盛嘅黃金時期。羅明堅、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由澳門進入內地成功傳教，令耶穌會總會信心大增。1594年將聖保祿升格為大學。當時個聖保祿書院呢，唔單止為澳門本地嘅神職嘅需要，亦都係
有啲入咗中國啦，但係好多當時培訓咗出嚟嘅傳教士咧，係去咗去咗越南、菲律賓同埋日本嘅，所以唔單止係為本地需要，亦都係為咗附近嘅傳教區嘅需要。人禍加上天災，最終令到呢一間宏偉嘅高等學院消失，而聖約瑟修院300年間，因為政治動盪，竟然7次易主。澳門成為西方宗教進入東方古老文明中國嘅大門。天主教終於喺明末清初期間喺中國廣泛傳播開嚟。天主教徒達10萬之眾，連皇帝身邊嘅寵臣，甚至王子、嬪妃都歸咗天主，差啲改變咗中國嘅歷史。想知道詳情，請繼續收睇下一節。1843年，洪秀全喺廣東創立拜上帝會，高舉太平天國旗幟，10年間橫掃半個中國，攻陷南京，成立天京，但係最終被清軍鎮壓落去。西方宗教雖然始終無法取代中國佛道儒嘅主導地位，但係傳教士帶嚟嘅科學文化就對中國嘅歷史產生深遠影響。1582年，一個叫做利瑪竇嘅傳教士喺澳門上岸，佢隨身帶咗一張世界地圖、一隻機械致命鐘、一把小提琴、一本歐幾里德嘅幾何原本同一本聖經。佢係意大利人，喺羅馬學院接受科學訓練，佢嘅老師更加係著名嘅科學家伽利略嘅好朋友。利瑪竇就係喺開埠之後佢嚟到澳門咯，咁喺呢度學中文啦。咁利瑪竇都好聰明啊，佢識好多嘢，同埋都帶咗好多西方嘅知識啦。就係佢所識嘅就係天文、地理、數學啊，呢3樣嘢佢好熟，即係好熟。所以佢喺呢度開始除咗係學中文，亦都開始學埋嗰啲叫做4書5經。利瑪竇喺澳門停留咗8個月，就追隨住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到肇慶傳教。對西方人嚟講，非洲同美洲大陸係地理上嘅大發現，而古老深厚嘅中華文化卻係一種文明嘅發現。嚟自歐洲文藝復興嘅使者利瑪竇認識到，無視中華文明就冇辦法完成傳教使命。但是在這個傳教過程，怎麼樣達到傳教的手段？怎麼樣把這個教能夠真正的向中國傳播？各個修會有不同的看法。耶穌會他主張的就是科學傳教，他就通過科學知識文化，用這個東西來吸引中國的士大夫，吸引中國的上流社會，讓他們對中國社會呢，對這個天主教有認識。利瑪竇遵從中國禮俗，先係僧官僧服，自稱西僧，後來又儒官儒服，自稱西儒。佢喺肇慶用中國嘅風格繪製咗第一張世界地圖，令到一直以為係天下中心嘅中國人大開眼界。利瑪竇為中國引入咗新嘅地理觀，好似成個世界係由5大洲組成，大地係球形嘅，世界上有唔同嘅氣候，以及西方地理學有關子午線嘅最新發現同運用，科學貢獻載入咗明史第326卷。利瑪竇係好有智慧啦，佢當然佢有能力，有咁嘅科學，有地理學、天文學各方面嘅常識咧，就可以畫一個地圖，甚至係中國喺中間就叫做 The Middle Kingdom 中國咁樣。咁皇帝梗係中意啦，唔通你話佢去山卡拉一個邊疆？利瑪竇一路向北傳教，終於獲准進北京，向明朝萬曆皇帝貢獻西方嘅致命鐘、宗教畫等各種精巧嘅物品，並且成為第一個進入中國皇帝宮廷嘅耶穌會士。喺機械方面，利瑪竇展現咗極高嘅天賦。
佢為明王朝製造咗中國最早嘅日晷儀同觀象儀，並負責修理宮廷嘅西洋鐘錶。例如我哋喺幾何學上面咧，我哋有啲概念名詞咧，我哋叫直角、銳角、點線面、鈍角。咁呢啲名詞係點樣翻譯過嚟咧？最初就係利瑪竇透過幾何原本，佢咁樣翻譯出嚟。就呢啲名詞喺幾百年前由利瑪竇佢定落嚟嘅。最可貴嘅係利瑪竇對中國文明嘅理解同嘆服，佢潛心鑽研中國典籍，花費咗大量時間同精力，同其他人一齊將中國嘅四書五經介紹去歐洲。1620年，耶穌會將歐洲徵集嘅有關天文、曆法、數學、水利、測量、地理、醫學、音樂、物理等等7000部西學典籍運抵澳門，再分批轉入中國。就係喺呢一年，德國籍耶穌會士湯若望到達澳門，喺嗰度學中文。3年後，佢進入北京，將伽利略嘅遠鏡說同德國曠野學家亞格里柯拉論述歐洲開採同冶金技術嘅巨著《曠野全書》譯成中文。以後佢參與編修中國嘅新曆法《崇禎曆書》，完成咗測算日食同月食嘅交食說，並且幫助明朝製造火炮抵禦清兵，但係仍然無法挽救明王朝嘅覆滅。嘅傳教士已經喺1644年，即係多爾袞率領清兵攻佔北京嘅時候咧，已經離開嘅。但係咧，湯若望選擇繼續留低落嚟。湯若望留低落嚟嘅時候咧，其實有一段好得意嘅一個歷史過程。當時滿清攝政王多爾袞下達嚴令，內城居民限3日內進行遷居外城，以便騎兵居住。住喺宣武門天主堂嘅湯若望冒死上書稱，奉前朝故皇帝令修曆法尚未完盡，懇請仍居原寓，照舊虔修。咁湯若望就係透過呢個咁樣嘅過程咧，就暫時即係度過咗一個危機。後來佢去到一個咩情況咧？佢喺順治同埋康熙兩朝咧，用我哋今日嘅直接嘅講法，就相當於國師咁樣。佢曾經做到最高嘅官咧，去到欽天監嘅監正。如果用今日通俗啲講，就係天文台台長。西方傳教士以西學為媒，傳教為體，而中國人就以科技為用。康熙皇帝特地派人去到澳門，請通曉曆法嘅傳教士徐日升來京，並親筆御示兩廣總督同廣東巡撫，見到新到西洋人，若無學問只傳教者，暫留廣東，不必往別省去，許他去的時節另有旨意。若西洋人內有技藝巧思，或係內外科大夫者，急速着督府差人送來。康熙仲用耶穌會傳教士為清廷服務，觀測天象，推算節氣曆法，製造天文儀器，編撰天文書籍。比利時人南懷仁鑄造火炮，協助平定三藩之亂。仲有宮廷畫師意大利人郎世寧設計圓明園。中國到從清朝開始，當欽天見證的外國人有十幾個人之多。欽天見證很高的官了，正三品官了，陳二品正三品官，這很高級的官員。這些高級官員是由外國人來擔任的，這是很少見。喺北京騰宮山南墓地，長眠住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60位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貢獻嘅各國傳教士。鴉片戰爭嘅前後，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亦隨住英國船隊嚟到澳門。首位來華傳教士馬禮遜唔單止將聖經等大量嘅西方宗教典籍翻譯成中文出版，仲編寫咗第一部華英字典。死後亦都長眠喺澳門。中國第一部西式印刷機，第一份西式報紙，第一幅西方油畫，第一批照相影像，第一個西洋樂器，凡是你能夠數得到嘅，
有關西方文化傳到中國，大部分都係先喺澳門出現。中國一代紅儒季羨林生前曾經講過，喺中國5000年嘅歷史上面，文化交流有過幾次嘅高潮，最後一次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次，係西方文化嘅傳入。呢一次傳入嘅起點，從時間上嚟講係明末清初，從地域上嚟講就係澳門。澳門係中國對外開放最早、持續時間最長嘅城市，但係就保留住最濃厚嘅中國文化，大大小小40幾座廟宇，佛道供奉，先俗同堂。佢哋係點樣共同見證澳門500年嘅歷史呢？請繼續留意收睇下一集《孖國紫煙》。